Ferrari 已經為到 Hamilton 要嚟到作出準備，將盛傳法拉利車隊老闆 Fred Vasseur 已經周圍咁揾可以隨時上陣嘅車手。雖然消息咧就冇辦法得到官方證實，用嚟做開場白咧係有少少標題黨嘅，但係經過2025年之後，你能夠講得出 Hamilton 甚至係 Leclerc 冇離心啊？因為大家好，我係 L。2025年賽季對於一眾鐵夫士嚟講咧，無疑又係失望嘅一年。唔單止未能夠延續2024年競逐世界冠軍去到最終戰嘅強勢，反而咧跌出年度三甲，更加為到我哋咧帶嚟咗一個又一個嘅驚喜。唔單止係賽車競爭力低迷，都只有未能夠爭取分站冠軍，仲要面對住車隊高層嘅指手畫腳。而上年震撼加盟嘅 Hamilton， 甚至要迎嚟生涯最差嘅賽季。今日我就同大家回顧一下2025年 Ferrari 七不思議事件。2024年年初喺 F1 仲未開季之前，即係同樣係而家呢個時段，7屆世界冠軍 Hamilton 宣布將喺1年之後離開咗代表多年嘅 Mercedes 加盟 Ferrari。到咗1年之前，2025年嘅年初，同樣都係差唔多呢一段時間。Ferrari 車隊氣勢如虹，仲選擇咗喺地面效應嘅最後一年，大幅改變賽車設定嘅思路，希望放手一搏，爭奪世界冠軍。更加有意大利媒體喺季前測試期間吹噓 Ferrari 嘅 SF25 比2024年嘅賽車快咗半秒，加埋有 Sir Lewis 嘅嚟臨，所以有唔少鐵夫士都對法拉利喺2025年賽季期望非常之高，認為 This year is our year。但係結果大家有目共睹，同時咧亦都為我哋製造咗唔少嘅笑料嘅。第一件要講嘅就係、Must be the water。相隔咗6年，澳洲站再一次成為 F1 嘅開幕戰。相較其他車隊咧，法拉利喺練習賽嘅時候的確係表現唔錯㗎。不過到咗排位賽，原來其他對手都係孭住沙包。Leclerc 同 Hamilton 都未能夠同麥拿倫、Red Bull 同埋 Mercedes 等等嘅車隊競爭前列位置，即係分別攞到第7、第8名起步，單圈仲落後頭位嘅 Lando Norris 0.7秒。到濕地嘅正賽啦，Ferrari就急不及待咁為我哋奉獻可以堪稱係年度經典名句嘅車隊 radio message 啊！喺比賽咧，大概係第24個圈嘅時候，Leclerc喺無線電裏邊向佢嘅比賽工程師 Brian Bosey 反映賽車座位有水浸嘅問題。都唔使我再講噶啦，直接播俾大家聽啦。Is there a leakage? A leakage of what? I have the seat full of water, like full of water. Must be the water. Let's add that to the words of wisdom. 我唔知法文咧最粗嘅粗口咧係乜嘢啦，但我相信呢句説話咧應該已經喺 Leclerc 嘅腦裏邊浮現出嚟㗎啦。不過呢個對話最多都係激心啫，但係金句之後點會少得有神戰術啦？Leclerc比賽裏邊雖然未能夠有力同前排嘅車手競爭，但係大部分時間都係排喺中上游位置嘅，最高嘅時候咧仲上升去到第5名添。而首次披上紅衣出戰嘅夏美頓就保持喺頭受嘅邊緣位置，直到最後10個圈嘅時候，賽道地區雨勢加劇，前面嘅 Piastri 同 Leclerc 咧都先後跣胎，車手就陸續入站換翻半雨胎。不過法拉利 pit wall 以雷達嘅數據別樹一格咁認為雨勢好快就會過去，所以就決定賭一鋪，叫兩個車手都用乾地胎留喺賽道上邊。結果 Leclerc 同 Hamilton 嘅硬胎表現非常掙扎，損失咗大量嘅時間。Ferrari 直到比賽第47個圈先至叫兩個車手入站，比 Lando Norris 遲咗足足3個圈。當 Leclerc 同 Hamilton 入站之後，已經分別掉到第9同第10啦。最終 Leclerc 以第8名完賽，而 Hamilton 就排喺第10名。呢件事咧就反映出法拉利再次錯判比賽形勢，否則熱開來當其時嘅速度咧係有機會攞到前6名嘅。不過往好嗰方面諗啊，最少2部車都能夠攞分啦。但下一場咧就冇咁簡單啦。喺完成咗澳洲站之後嘅1個星期 ，F1 嚟到中國上海，法拉利咧同樣係一開始就展現出有最高嘅競爭力，代表紅軍參場第2場嘅 Hamilton 更加衝刺賽裏邊攞到頭位起步，力壓 Piastri 同埋 Verstappen 攞到衝刺賽嘅冠軍。呢一次係 Hamilton 自2021年以嚟第一次贏到衝刺賽，
對於 Hamilton、Ferrari 同 Tifosi 嚟講，絕對係一場振奮人心嘅比賽。因為呢個7冠王咧，只係經歷一場嘅適應期，似乎咧就已經能夠進入咗理想狀態啦。我記得當其時咧，仲有車迷講過 Hamilton 應該一早就離開平治啦。澳洲事件咧係個別事件嚟嘅啫，甚至咧不幸事件應該只係會針對 Leclerc 嘅啫。不過正賽發生嘅事，俾大家由天堂跌翻去地獄，因為呢次咧係人人有份啊！Ferrari 喺正賽排位賽未能夠交出好似衝刺賽嘅理想成績 ，Hamilton 同 Leclerc 分別排喺第5同第6起步。到咗正賽，兩個人再次未能夠向上挑戰，最終兩個人只係交換位置 ，Leclerc 第5而 Hamilton 第6完賽。之後嘅事，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講過2025年 F1 賽嘅10大事件嘅影片裏邊咧，其實都已經詳細講咗啦。我呢度就輕輕帶過啦。F1 嘅驗車人員喺賽後發現 Hamilton 同 Leclerc 嘅賽車都出現咗唔同嘅違規問題。首先就係 Hamilton 嘅賽車底板防滑板嘅厚度低過規則嘅最低9mm，而 Leclerc 嘅賽車咧就喺過磅嘅時候發現重量只係得799公斤，低過技術規例要求嘅800公斤。結果兩個人被取消比賽成績。呢一個咧係法拉利自1950年參加第一場 F1 以嚟第一次所有賽車都因為技術違規而慘被 DQ。針對住底板嘅防滑板磨損問題 ，Ferrari 領隊 Fred Vasseur 都承認，如果一時之間揾唔到解決方法，車隊只能夠喺之後嘅賽站裏面調高賽車，以免再度因為防滑板過度磨損被取消資格。呢個舉動大大咁影響咗賽車喺剎車同埋彎道嘅性能，令到車隊陷入掙扎。本來都唔快㗎啦，但而家咧仲雪上加霜添。而去到奧地利站，更加令到全世界車迷學懂咗一個 F1 嘅術語 Nico Lift and Co， 即係話車手入彎之前提早鬆開油門，俾架車自然咁樣滑入去，達到咗減速。通常咧就係為咗慳油啦、慳胎技巧嚟㗎。然後 Leclerc 同車隊咧因為咁又有經典對話啦。Liker, please. We need 50 meter more Liker. We need Liker all corners, Charles, every lap. This Lyco in Zone 1 is killing us. We need the Liker all corners, Charles, please. 雖然法拉利喺比利時站推出咗新嘅後備陣，希望可以解決前後平衡啦、車高調校同埋穩定性嘅問題，結果仍然係徒勞無功，未能夠幫助法拉利去攞到分站冠軍。不過如果咧只係賽車實力不足咧，姑且其實都仲可以接受嘅。但係因為一個無關痛癢嘅決定，令到車手未戰先輸，又係咩玩法呢？嚟到又有衝刺賽嘅邁阿密站啦，先俾大家個前設先，恐防大家唔知道。平時衝刺賽或者係正賽之前嘅30分鐘左右，賽車咧就已經會喺起步區整齊咁排列好，等待起步。但係賽車係點樣由維修區走到一場之隔嘅起步區呢？唔係由車隊推出去㗎，而係所有車手咧都會由維修區出發，跑一個圈去到起步區。呢圈叫做 reconnaissance lap， 亦做偵測圈，又或者係出場圈。車手仲可以做埋最後嘅檢查。而賽例咧係冇限制要用啲乜嘢胎嘅，反正喺起步區清場之前咧，車隊係可以隨時即場換胎嘅。邁阿密站地區喺衝刺賽前夕突然落起大雨，雖然起步嘅時候咧已經係停咗雨噶啦，但係路面非常之濕滑，車隊們都考慮緊應該用半雨胎啊定係全雨胎起步。但係出 pit 嘅偵測圈咧係冇所謂㗎，所以大部分車隊咧都係用緊全雨胎嘅。而排第6名起步嘅 Leclerc 反而就用半雨胎離開維修區，喺通過10號彎嘅時候咧，跣軚隨即高速撞牆，賽車右邊嘅避震受損。Leclerc 打算一度將架車咧揸翻去維修區，又或者係起步區，交由車隊嘅技師咧去做緊急維修。但係無奈賽車嚴重受損，都只能夠喺第14個彎嘅緩衝區停車。喺衝刺賽開始之前，仲未出戰咧，就已經要退出比賽啦。不過 Ferrari 咧就獲得咗個安慰獎嘅，因為 Hamilton 喺衝刺賽尾段進入站潮提升個位置，成功以季軍完賽。只係正賽所發生嘅事咧，令到 Hamilton 再一次懷疑人生啊！喺 Q2 止步嘅 Hamilton 選擇用白色硬胎長跑，去到下半場咧就換翻黃色嘅中性胎進行 overcut 嘅策略。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咧，已經上升咗去到第8位噶啦。前邊咧就係佢嘅隊友 Leclerc 仲有 Kimi Antonelli。由於 Hamilton 用嘅係中胎，而 Leclerc 用嘅係硬胎，理論上 Hamilton 應該更加能夠發揮理想速度向 Kimi 進攻，所以佢咧就隨即喺 Radio 向車隊要求俾佢行先。不過法拉利遲遲都未能夠落決定，於是忍無可忍嘅 Hamilton
多次喺 radio 裏邊向車隊表達不滿，例如講出趁有時間，不如飲杯茶休息下先啦。We swap the cars. Have a tea break while you're at it. Come on. 雖然之後車隊咧都有同意俾兩個人交換位置嘅，但可惜已經為時已晚啦。Hamilton 嘅中性態咧已經有一定程度上嘅磨損，再加埋因為一直跟喺 Leclerc 身後，受亂流影響而出現過熱，所以佢最終都未能夠發揮理想嘅速度 ，Kimi 已經逃之夭夭啦。相反 ，Leclerc 反而可以一直維持喺 Hamilton DRS 嘅範圍之內。隨後車隊再一次落天摩打，要求 Hamilton 將位置俾翻隊友。去到最後幾個圈啦 ，Hamilton 嘅賽車工程師 Adami 向佢匯報身後嘅 car size 距離嘅時候，咸美頓馬上反問 Sainz 1.4 behind. You want to let pass as well? 你咪想我連佢都俾佢過埋啊？最終 Leclerc 同 Hamilton 分別以第7、第8名完賽，都難怪 Hamilton 喺賽後訪問嘅時候咧，直接咁講喺當其時嘅一刻咧，佢真係感到十分之沮喪啊！要非常吃力咁同 Williams 嘅賽車競爭。完成咗萬物站之後，我哋嚟到法拉利嘅真主場 Imola。按照車隊喺意大利站嘅慣例，呢一場比賽法拉利當然帶嚟大規模嘅更新啦，目的就係要喺主場揚威。車隊早喺4月嘅時候發現難以爭奪世界冠軍之後，就已經索性終止 SF25 賽車喺空氣動力套件嘅研發，將資源投放去到今年嘅 SF26 賽車上邊。所以今場咧係最後一次空氣動力套件嘅更新。結果咧就係法拉利喺排位賽裏邊冇辦法發揮出可以力敵上游車隊嘅速度，而呢場 Pirelli 咧亦都首次將最遠嘅 C6 輪胎咧帶到嚟實戰。但係 Leclerc 同 Hamilton 未能夠喺 C6 輪胎裏邊去揾到理想嘅速度，尤其喺低速彎，兩間 Q1 都入唔到前10，勉強晉級去到 Q2 之後，時間仍然不濟，加埋其他車手咧已經用緊 C5 嘅中性胎提升位置啦，將 Hamilton 同 Leclerc 踢出前10，兩個無緣晉級。去到呢一度，法拉利又創下咗一個全新嘅紀錄啦，就係 Imola 賽道自1980年第一次舉辦 F1 比賽以嚟，法拉利第一次未能夠雙車進入頭10起步。不過好彩啊，法拉利喺正賽嘅時候成功能夠彌補損失。Hamilton 喺正賽速度唔差嘅，再一次用緊硬胎起步嘅 overcut 策略，成功連續把握 VSC 同埋安全車時段入站換胎，再喺最後一個階段憑住輪胎優勢超過對手同埋隊友 Leclerc 以第4名完賽。而呢一場咧，亦都係 Hamilton 喺2025年最佳嘅完賽成績。相反，佢嘅隊友 Leclerc 情況咧就唔太順利啦，一直同中游集團嘅車手爭奪得分位置，仲同艾邦喺尾段展開咗激烈嘅前鬥，最終以第6完賽。暑假之後嘅荷蘭站可能係Tifosi另外一場希望忘記嘅一場比賽。都從先開咗個好嘅頭，然後咧就迎接災難性結果呢個定律。呢場法拉利喺排位賽表現中規中矩 ，Leclerc 排喺第6，而喺暑假之前迎嚟低潮嘅咸美頓咧，只係落後隊友0.05秒攞第7名。正賽兩個人穩守住積分圈，原本咧係有望可以得到可觀嘅積分嘅。不過賽道地區喺第20圈突然落起細雨，雖然就未去到要換半雨胎嘅程度，但係都必須要小心駕駛。就喺第23個圈，咸美頓通過3號彎嘅時候，佢嘅右轆鏟上咗賽道外側 Aramco 嘅廣告油漆路面，喺抓地力唔平均嘅情況底下，賽車隨即跣胎。咸美頓反軚救車嘅時候，右邊嘅車轆撞到護牆，當場退賽。詭異嘅事件係 Leclerc 喺第53個圈喺同一個地方撞車。當其時 Leclerc 已經完成第2次入站㗎啦，出站之後咧，喺左個圈換胎嘅 Kimi 前邊，而呢個時候 Kimi 喺3號彎嘅內線強行進攻，喺出彎嘅時候就撞到 Leclerc 嘅頭轆，導致佢失控撞向護欄退賽。兩個法拉利車手喺30圈之內喺同一個位置各自發生事故退賽。我當其時咧就身在喺意大利 Maranello 法拉利嘅紀念堂裏邊，同意大利車迷一齊睇呢場比賽。當 Leclerc 撞車嘅一刻咧，有唔少車迷係即刻企起身離場嘅。繼 Double DSQ 之後，再嚟一次 Double DNF。而屋漏兼逢連夜雨，希望喺賽前嘅偵測圈，因為無視起終點線直路之前要求車手減速嘅雙黃旗，結果被罰下一站喺意大利站要退後5位起步。嚟到季尾嘅巴西聖保羅站啦，喺呢個時候嘅法拉利，無論喺車手定係車隊榜上邊，都已經失去咗爭冠嘅可能性㗎啦。但係法拉利正賽之前呢，係排喺積分榜嘅第2名㗎，要保持住車隊連到3甲呢，都仲叫有希望。
而且勒克喺第3名開始正賽，有望為到車隊上到頒獎台。只可惜喺第6個圈，勒克無辜咁捲入 Piastri 同 Kimi 嘅碰撞事故，導致賽車受損，無奈再一次退賽。而另一方面，喺第13名起步嘅 Hamilton 喺第1個圈就追撞咗 Colapinto， 導致佢自己嘅頭翼鬆脱同埋底板受損，徹底斷送咗得分機會。即使 Hamilton 苦苦支持咗30幾個圈，最終都係需要退賽嘅。法拉利自荷蘭站之後，再一次雙車退賽。不過 Ferrari 主席 John Elkann 喺事後嘅言論可以講得上係火上加油啊 ！Elkann 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就以比賽性質完全唔同嘅 WEC 法拉利車隊攞到世界冠軍做例子，提出 F1 車隊嘅不足，更加直言車隊喺巴西站嘅表現大失所望啊！仲責令車手需要專注駕駛，唔好講太多嘢。此話一出喺網上面引起軒然大波。各界意見其實大同小異㗎，都認為主席唔單止冇為到兩個車手提供支持，反而將矛頭指向車手，更加指出法拉利內部有一個深根蒂固嘅官僚主義，難以幫助到車隊爭奪世界冠軍。2009年嘅 F1 世界冠軍 Jenson Button 更加喺社交媒體上面一針見血咁回應主席嘅言論，佢認為主席係應該要以身作則。而現實係，法拉利喺2025年賽季剩翻嗰幾站比賽裏邊亦都冇再上過頒獎台啦。最後一件就唔係單事件嚟嘅，係全年嘅一個總結。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2025年賽季嘅排名嘅啦。法拉利以車隊排行榜第4名完季，係佢哋自2021年最近嘅5年第一次冇分站冠軍嘅賽季。最佳成績就係勒克喺主場摩納哥站同埋墨西哥站攞到亞軍。同時，法拉利係自2020年同 FIA 簽訂咗神秘協議落入中游以嚟表現最差嘅一年，喺車隊積分榜上面第一次跌出3甲。而對於夏美頓嚟講啦，2025年絕對係佢成個 F1 生涯裏邊成績最差嘅一季。由原先嘅極度興奮，到體會到法拉利車隊嘅執行力，再到成績低迷。今年夏美頓係自2007年出道 F1 以嚟第一個未能夠喺正賽裏面登上頒獎台嘅賽季。本來外界普遍就預計 Hamilton 喺效力咗多年 Mercedes 之後，轉頭去到法拉利係需要一段嘅時間做適應嘅。但事實上 Hamilton 喺唔少分站正賽裏邊確實已經能夠緊跟勒克嘅身後啦。兩個人嘅主要分野就在於排位賽，連同衝刺排位賽，2025年賽季一共有30場排位賽 ，Hamilton 有12次未能夠進入 Q3、Q1、Q2 各自有6次被淘汰。佢對上一次入到 Q3 已經講係墨西哥站啦。而繼續雪上加霜嘅係 Hamilton 最後4場排位賽連埋衝刺賽啦，都係喺 Q1 止步嘅，打破咗佢自己喺2009年連續3場 Q1 被淘汰嘅紀錄。其中喺濕地嘅拉斯維加斯排位賽裏邊，更加係佢 F1 生涯以嚟第一次喺賽車冇任何機件問題底下，單純比拼速度以最後1名完賽啊！造成呢個情況嘅原因除咗因為 Hamilton 仲未能夠掌握 SF25 賽車嘅特性之外，某程度上都係因為法拉利提前結束咗賽車嘅研發，單靠賽車設定同埋一啲特定賽道專用嘅套件，實在難以去改善賽車嘅固有問題。反觀喺法拉利年資更加深嘅勒克，尚且能夠用經驗搭救，全年只係得伊莫尼一場未能夠入到 Q3， 更加喺匈牙利站裏邊攞到頭位起步。今年 F1 實施咗新嘅技術規例，法拉利一早就將資源投放去到設計賽車，但係喺距離新車發布不足10日嘅1月14號，竟然突然傳出法拉利嘅全新動力元件仲未進行點火測試，而作為賽車最重要嘅部件，通常係最早完成嘅賽車底盤，亦都只係最近先至得到驗證啫。今年真係可以係 Ferrari year 嘛？今日影片就嚟到呢一度啦，同大家回顧咗 Ferrari 喺2025年嘅7不42事件，唔係想同大家恥笑 Ferrari 嘅，雖然呢個都可能係主因嚟嘅，而係作為鐵夫士嘅我真係心好攰㗎。但係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賽車真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嚟嘅，人才、技術、運氣真係缺一不可嘅。但係似乎 Ferrari F1 車隊3者都缺啦。大家認為 Ferrari 車隊喺2025年失利嘅根本原因係咩呢？而 Ferrari 喺今年有冇可能可以爭奪世界冠軍，而迎接第29
10個 F1 賽季嘅 Hamilton 喺今季完約之後，又會唔會離隊呢？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一下。最後咧，要感謝去到2026年繼續支持 L 嘅 Patrons 契爺同埋 Families， 特別鳴謝 Patrons L 契爺有 L 分絲、Andy 葉、許蓋公、Jason 5、TM 小撒、FU717、Jason Lee、Angelo 6081、David、冠宇煲靈株式會社、Nickfield CPA Limited、Amanif、Diff、B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天后田木水果店同埋一眾嘅 L Family 嘅會員支持。我係 L，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